首先進入糖尿病管理系統的網址 https://dialog.polyusn.com/，選擇語言模式繁體中文，選擇患者角色登入，第一次登入選擇冊，按照要求進行填寫。冊之後便可以透過選擇登入進入系統，請牢記4位登入密碼，不要外傳，否則可能會引發隱私洩露。進入系統之後，該頁面分為3大欄，左邊欄的個人基本資訊，中間欄的諮詢模式，右邊欄的健康管理。基本資訊欄位於左邊欄，點擊基本資訊的右邊展開圖示，三角圖示，如圖4所示，點擊之後可以看到患者本人的個人資訊，姓名、年齡、管理護士、糖尿病家族史、是否患有糖尿病等等資料，其中可以進行修改體重指標，對應的 BMI 也會更新。諮詢模式位於頁面中間，這一欄可以讓患者既可以與 AI 對話，又可以對應的管理護士直接對話。如果有分配護士，對話框上方會顯示護士的在線狀態和上班時間，最左側是當前的模式。如果是護士模式，則患者的詢問不會觸發 AI， 其餘模式 AI 協同會觸發 AI 回覆。在西或協同模式下，患者可與晒直接對話。當前模式下，患者可以利用 AI 進行健康管理、健康諮詢。除此之外，如果患者需要獲取地區健康相關的課程， AI 也可以提供。信息輸入區亦搭配多項輔助工具，點擊輸入框上方三角形展開按鈕，即可換出常用快捷提問。患者一鍵點擊就能發送。另外設有清除對話、重整內容兩項功能，前者可清空歷史信息，重置空白對話界面，後者專攻網路延遲。信息左入異常時修復頁面，界面最底部切換語音輸入與文字輸入兩種模式，彈性配合患者不同使用需求。點擊記錄血糖，便可以輸入當天的血糖，以及選擇不同的測量時段，例如空腹、餐前等。填寫之後選擇儲存。該系統會記錄每天患者輸入的血糖記錄，作為後續治療的參考。患者輸入檢測得到的一系列健康資料後，點擊分析風險後，便可以在當前頁面的下方得到糖尿病風險預測結果，有2年、5年和10年預測結果。關閉這個視窗之後，可以看到結果會記錄在這個功能欄。同時往下滑動，可以看到歷史記錄情況。點擊打開 CKD 預測，輸入 CKD 的檢測資料，再點擊下方的開始 CKD 腎病風險預測，可以得到一些預測結果。關閉頁面仍然可以看到結果，且可以點擊圖片看到展開版的圖片。在該功能，患者可點擊選擇圖片並記錄餐食按鈕，進行上傳吃過的餐食圖片，並選擇進食時間和對應的比，更加保證了資訊的完整性，也方便判斷飲食是否有助於恢復。系統頁面的右上角有3個按鈕：語言切換、退出登入、
使用回饋。當使用繁體中文時，可以切換至 English 模式。同樣地，若目前為 English 模式，也可以切換回繁體中文模式。點擊退出登入按鈕，即可退出目前的賬戶。點擊使用回饋按鈕後，可以提出相應的修改建議並進行評分。